农历春节就要来到，为了选择春节期间注意安全，台南市南区文南社区每年举办当红选择的游行活动，有着社区消防相助队、结合警察局第6分局、南区公所、社会局、甲着消防局执行分队，成立里办公处做行政的教育，选择预防犯罪、贩毒、反诈骗以及消防减灾的意识。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个游街的宣导哈。过年快到了哈，那大家用火用电还是要注意安全。好，那昨天有大地震哈，那如果有任何防灾、防火、或者是防震的任何的知识想要询问，都可以欢迎来到我们的德兴分队，在德兴路100号，好，那来跟我们询问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有公司行号想要做宣导，或者是地方的那个知识团体想要做宣导，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可以配合你们来做一个防火、防震的宣导或者是演练。现场包括南区区长肖秀华、议员周丽珍、李启伟以及这位民意代表的助理，拢到场出席。区长嘛特别颁发慰乐金。每一年，我们里长跟队长都会带领我们的巡守队的队员做这样子的一个骑着摩托车也好，然后还有我们自制的那一部3轮车哈，都有录音哈，咱会当感受到咱顺水场对咱地方各方面哈，包括治安哈、反诈骗这各方面的一个全力协助跟支持，在这边要特别代表市长感谢大家哈，巡守队所有的队员还有志工哈，大家会斗相共，互咱文南里会当吼做平安、做安全的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因为不是在过年需要你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有你们的帮忙才可以过得这么平平安安文南里这东红这有那安尼几啊档20几档里长安尼做用心的安尼一个做好的优良的一个传统啦查某拢伫个年节这前后所以阮对着咱里邻会使讲阮拢安尼。更加安尼更较关怀着拢有真大的一个作用这阮甲大家表示一个敬意大家辛苦。文南里长陈清泉表示，结合春安，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护。今年的东风对1月20到2月3号，总共为期15天。今仔日也是咱的文南里呢，这东风时间呢，每一年呢拢会动用咱这的巡守队的人甲义工呢，出来里内呢，甲咱里民报告。讲过年这段时间呢，你也出国佚佗，还是讲你也厝无伫的，较济工来甲里长登记。阮的文南里呢，阮的巡守队甲咱金马所的伫个加强巡逻。过年这段时间特别注意呢，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伫个伫遐拢特别注意，人敲电呢要借钱要创啥，千万。就唔通借人一定无伊的，个过年这段时间的防火，咱厝的迄个雅士人也是火灾部门咱特别注意。文南社区每年的东风游行宣导，分别由着消防相助队的志工以行路游行，以及志工巡守队骑着奥多麦伫个社区来巡逻宣导，结合里长电动车的广播放送，希望唤醒社区的居民危机的意识。达到预防犯罪以及减少灾害的发生。金华所参咱文南里巡守队会加强巡逻文南里里长陈清泉甲各团队好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